Hello，嚟咗啦！瞓嘢簽碼字就可以執嘢走噶啦。你們就這樣對實習生的嗎？點解要辭退我啫？重問點解 ？Oh my god！這不是一目了然的嗎？咪就係能力唔達標咯。但是我工作已經很認真啦。你搞清楚喎，做嘢認真同埋你做得好唔好，呢個係兩回事嚟喎。如果真係咁認真嘅話，做乜6.1落班我就見唔到你嘅？咁急住走，我又真係睇唔出你有幾認真咯。我是因為嘴饞啦，咁我收過去買啲嘢食都有錯咩？食你啊食，搞掂咪執嘢走啦。那可以給多次機會嗎？個個都叫我俾機會，咁我咪好忙。你真係當呢度 CBD 係街市啊，喺度講價。那我的工資現在結？等陣，我有冇聽錯咩工資啊？試用期邊有工資嘅啫？我唔收你學費算執到啦。你這樣不行的喎，你信不信我現在打電話去那個？哎呀又驚啊，又中你啲吹啊，簡直吹添啊！我份人工係包埋同你號噶嘛，你份人工咧？啊係喎，你冇人工喎。